别回头，往前走。这里好像有人居住过。表妹，这里有水喝。这里好像世外桃源啊。嗯，一辈子待在这里，与世无争，只有彼此。日轩，多日不见，你可是想公主了？月亮花种，我拿走了。瞧你那模样，这东西原本就是我的。它可是我们逝水红颜家族世世代代传承的圣物。叶青天没有伤到姚兵的要害，多谢你和净慈道长相救，他俩才得以脱险。你放心，道长已经替他做了治疗。萧师兄，你知道我妹妹究竟在哪儿吗？我一定不会让她有事的。秦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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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老。
借我的衣服该还了。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有18年了。你的样子我很满意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曾经问过我，为什么这么怕冷？等你成了我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五哥，你醒了啊？你放心吧，净子道长给你们2个都服了丹药，他没事了。你先扶我起来。找到妹妹了吗？没有。我们遇到了逝水红颜。逝水红颜？嘘。就是当年娘亲说的那个女魔头。是。她几十年从未老去，还似你我这般年纪。难道她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样，靠稀释人血永驻青春？不仅如此，她还可以控制人的心智，而且还能让死去的人继续被她控制。她的武功太过高强，恐怕连萧沐尘都不是她的对手。那怎么办啊？要是妹妹有个3长2短，我该怎么活呀？哎呀，你坐下，你给我老实待着。你要是再有个3长2短，姚斌可怎么活呀？而且他还得先弄死我。我们困在逝水红颜的幻境中，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再不去找妹妹，我怕她出事。可是，你们已经去了3天3夜了。什么？3天3夜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。不过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来吧，吃了它。多少人都想得到它。我的徒儿为了得到它，还联合外人帮我囚禁。吃了它，吃了它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
自从上次你们从净慈道长那儿把我甩了之后，整整3天都不曾回来。这么说，我和姚兵被困在了逝水红岩制造的什么法阵里。你在外面已经过去了3天3夜了，而我们在阵法里却感受不到日月的交替，也不曾感觉到饥饿和疲劳。没想到这个女魔头这么厉害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妹妹。你给我站住！既然净慈道长把我和姚兵救了回来，太乙山的萧慕尘也一并过去救人了。你给我好好待在这里，等着妹妹回来。可是不行就是不行，你过去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和姚兵的武功都在你之上，尚且无用，何况你？可是没有可是，你出去给姚兵煮碗粥。哦。青天，青天！苏南，我还以为你被带走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呢。傻瓜，我不是一直在这里好好守护着你吗？别怕。青天呢？青天他有没有被救回来？他人呢？我们2个被净慈道长和萧慕尘救回来，他们没有带回叶青天。苏南，你知道吗？青天是我姐姐，我找她姐姐了。我知道她是你姐姐。她一定是被逝水红颜下了什么毒，所以才会变得谁都不认得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她。你在那个地方被困了3天3夜。什么？那个地方现在太危险了，净慈道长已经过去找逝水红颜了。再说你我都已受伤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消息。我相信净慈道长一定会把你的姐姐和妹妹一并带回来的。为什么我武功这么差？就算找到姐姐又如何？我还是不能把她救回来，还让她受了那么多苦。傻瓜，没有人会怪你，你已经很强大了。传承已经开始了。冉冉，你看，
痛苦吧。这一切只是开始，从今以后，还有更痛苦的在等着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救命！你已经失去了幸福的权利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娘，因为她得到的太多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月影，你就替你娘好好承受逝水红颜一脉的诅咒吧。别怕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欲当空劫离长短，相见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。